南区艺术空间第一摆展出的艺术创作，甲咱过去所看到的刺绣并无同款，用针代替笔，以绣线代替颜料，不管是人物、风景，或是飞禽走兽，拢相当逼真。尤其这回乱江绘绣协会会员甲淡大学会将绣办书生以新台南北景为主题结组，更凸显创作美感。负责规划诗会的老师，就希望传承，推广4岁到7、8、10岁年纪拢适合来学，嘛互会将绣再创江山艺术新的一页。飞针走绣绣花开的联展哦，主要是邀请姚老师主导的那个飞针绣的团队来展出哈，然后希望借由绘画中的素描和构图、透视、色彩等画法哦，应用在刺绣针法上哦，就是以针代笔，像作画一样，能够把肌理这些绣出来。所以从4岁可以拿针的，到年老的，像我这么年长的都可以绣哈。而且我们用这个免穿针，可以压下去就可以的，而不需要眼睛看不到。而且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有弱视的，他都可以，医生叫他要学绣，因为这样专注力会提升他的眼力。9月2號首展頭一天，民政局副局長嘛到場致意，除了大開簡介，對着作品回應台南400紀念特別有意義。亂針哈，其實我覺得是亂中有序哈，它那個針哈，真的是你如果細看的話，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可以看得出它的精巧哈，它的那個藝術的一個非常可以說已經讓人家很難想象哈。一個針線能夠繡出這麼好的一個漂亮的圖案啊，可以說一個看了之後心靈的洗滌哈，讓我們也能夠更加沉澱哈。該展覽將到11月29號，歡迎市民來到南區區公所欣賞難得非針繡的藝術創作。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